啦，吼，啊下底咧，下上慈下孝是咱以往都不断咧提醒。啊，即摆社会变化一定拢是对啦吼。咱工作人员先把这个撤掉一下哦，要表演的先把后面这个撤掉一下。然后即摆的社会讲真诶啦，无法度，少年人要生存嘛是真辛苦。啊，是大人有时啊嘛是真无奈，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咱的家庭若是大人有注意，咱的后生有孝顺，其实这个问题拢会当一定来改善吼。袂讲吼，安尼像社会安尼看到遐悲观啦吼。啊，咱即摆先掌声吼来欢迎，咱有一顿伫咧咱的运动咧学习的儿童读经班甲青少年班吼，这拢是囡仔哦，小朋友哦。啊，咱来个掌声欢迎，因要甲咱带来的表演啊，掌声欢迎他们！我今仔人真济吼，所以就往旁边两旁哦来挤一下吼，来好，来调好吼，来吼往前哦，听恁的迄个指挥老师的吼，来往前好。好，咱个掌声较热烈的吼，应该会更加热情的展现出来吼，来。好，我们音乐开始了吗？好，第一首歌要甲咱带来的叫做《感谢天，感谢地》。若无天，若无地，咱无法度这人世间这尔只平安，这尔只自然。所以一切都是天地。爸爸像天，妈妈像地，各位亲像，咱来观赏伊的表演。
个爸爸上天，妈妈上地，柔顺温柔嘛是每一个妈妈咱拢共款爱学的功课。接下来，要甲咱带来这条歌，叫做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》，掌声再起。天下的妈妈拢是高爹哦，像这个囡仔才高水哦，拢是妈妈生的高水的囝哦。快乐啊，这就是家的气氛哦。各位浅显，长期爱甲家庭就是营造安尼吼。啊，咱快乐之余，感恩之余，咱嘛不要忘了，其实重点是咱的有心，点燃你那一盏心里面的心灯，你就有办法可以让家庭柔顺，让家庭和乐。啊，咱即摆吼，先甲咱的这个要准备哦，我们要来心灯吼，我们先来让他们准备一下道具吼。来，咱会当甲咱的心灯，咱等下当做位齐唱啦吼，欢唱来，咱的社工帮我们把我们的荧幕调一下，有那个歌词的吼，咱会当做位吼，调做位，快乐来自于咱的自性配有性，咱若摕出地为水，咱就会觉得真快乐。无啥物人世间的困难，咱袂当突破；无啥物讲咱的难关过袂过，一定拢有法度。哦，来，听讲阁有一张真大张的小抄啦吼，各位浅显，咱动着较歹势哈。啊，即道迄个字有较济啊，你看小朋友足古锥吼，咱会使看伊的迄个啥表演。啊，咱来先做伙，咱一起咱来做唱心灯。好，预备哦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，掌声
欢迎别人，也是欢迎咱家己。各位前贤，咱马赛亚社会拿出智慧，点燃我们内心佛光的心灯，照世上平安吉祥。点亮一盏心灯照亮。这是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、年轻人，要为今天的爸爸妈妈来做祈福的一首心灯。 温馨家庭加歌剧的表演哦，咱刷落来的，咱的节目的，咱各位前贤，我们要来。